朋友，大家好，分享薯跟狗狗讲好吧。夏天到了，到底要吃什么料理可以吃得饱，吃起来有点夏天的味道呢？当然就是要酸酸甜甜的味道喽。故事呢，今日呢，我来做嘅就会那个怪喜麦牛肉，放怪喜麦落去就会变成东叉饭了。好，现在呀，我要先把它下去，用我们的配料先把它爆香一下，主要是放这个洋葱、羊菇。今天要学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牛肉。牛肉的客家话呢，就是叫做牛肉。牛肉，好，我这先让它炒出香气来。那我把我们的牛肉放下去，稍微让它炒一下，那味道把它炒出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放到我的炖煮锅下面，让它慢慢去炖了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要学到另外一个形容词，就是咸酸甜杂陈。这一句客家话讲法呢，就是鹹酸甜，鹹酸甜。当然，2个小时味道已经跑出来，很香浓了，而且重点呢，肉也已经非常软烂喽。但是呢，待会我要加一点点紫苏梅进去，让它更香。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一整句客家话，就是加紫苏梅的牛肉更香。參怪喜麥嘅牛肉更加香。好，我要把它加一点进去喽，提一点点它的味道出来。到底好不好吃呢？我们请2个试吃员来帮我们品尝看看，是吗？软烂，很软烂吗？那我们挑战讲比较讲简单的客家话好不好？好。牛肉讲起来有点可爱，好像嘴巴扭到一样，就是叫做扭扭。扭扭，有没有嘴巴扭来扭去？扭扭，没有错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夏天做的料理一定要非常的 summer， 吃起来呢才会那种很清凉、很痛快的感觉。当然，我今天学的料理呢，也有一点点夏天的味道。今天我们也学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牛肉，牛肉，牛肉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这形容词就是咸酸甜杂陈，鹹酸甜，鹹酸甜。第3个呢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就是加紫苏梅的牛肉更香，參怪喜麥嘅牛肉更加香，參怪喜麥嘅牛肉更加香。其實紫蘇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配角哎，不管加在什麼菜色裡面，都會幫它加分哦。好，我們下次見了，拜拜。